嗨，大家好，我是看评书。今天是2025年8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胡适给人感觉有一种疯狂的感觉指数加速要见这个4000点8月22号 ，A 股再度大涨，是大涨不是小涨。上证指数时隔10年站上3800点，楼市回到了10年前，股市也回到了10年前。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1.45%，报收3825点；深成指涨2.07%，报收12166点；创业板指数上涨3.36%，两市成交2.5万亿，已经是连续第8个交易日突破2万亿。今天主要是科创板、半导体产业爆发，这个寒武纪领涨，这个寒武纪股价跟茅台就差一个涨停，它的股价就赶上茅台了。不过这个市场虽然量价配合也还不错，但是这个散户赚钱不太容易。如果你没有踩对基本上是赚了指数不赚钱。指数强，个股分化明显，上涨的个股2800家，下跌个股2300家，也就是它不是个普涨格局就是今天胡适大涨1%几，依然有2300家是下跌的。随着最近这个A 股指数暴涨，总市值突破100万亿，接连创下10年内新高。同时银行也在严控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这个监管信号越来越清晰。监管部门呢是既担心股市指数不涨，对吧？更担心指数乱涨。这个前几年就是楼市暴雷之前也就是房地产市场烈火喷油的时候银行也是同样严查信贷资金流入楼市。现在这个网上的风向180度大转弯，不少房产交流群和网络社区卖房炒股成了热议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是不是该把手中的房产变现，转身投入股市。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管楼市还是股市，追涨杀跌，最后输的一定很惨。沙滩上起高楼高盛预测中国股市仍有上涨空间。近期 A 股市场持续攀升，尽管各大指数短期已积累了不小的涨幅，但外资依旧看好中国股市。高盛最新研报指出中国股市当前仍有大量存量资金尚未入市，为市场进一步上涨提供动力支撑，尤其看好中小盘表现。当然了，高盛也有他自己的一套算法这个高盛出了一个研报，他认为目前仅有22%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在基金和股票上，潜在资金流入规模超过10万亿元。高盛认为这一趋势预示着中国股市，尤其是中小盘股仍具备显著上涨空间。高盛指出，目前已有迹象表明资金转移正在发生。数据显示，中国2025年家庭存款月度变化出现明显负值，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出现增加现象，或暗示居民储蓄可能从银行存款转向股票等金融资产。这回高盛明显的格局小了一些了。中国的专家认为4000年是牛市的起点，高盛居然说咱们还有一点点空间。我们现在指数是快马加鞭，马上就要见到4000点了。这个中信证券说他说存款搬家规模将超5万亿，不太可能集中进入股市，而是固收加间接入市。7月金融数据显示，存款搬家的信号出现，背后可能是存款收益下滑和资本市场赚钱效应显现所致。这些资金去向包括投资、保险、理财以及直接进入股市，其中险资和理财对于权益资产重视程度也在提升。他说后续来看，无论是从超额储蓄或存款到期的角度，我们预计会有5万亿以上的规模从存款流出，投资如固收加等资管产品。连这个李大霄现在都已经开始说了，中国股市或步入分化牛。什么意思呢？李大霄说就是指数涨，大部分个股带涨。这个想炒股的人呢，不如买指数基金，赌指数涨这个概率大一点，但是赌个股涨这可不好说我看了一下这胡适里面涨的都是那些妖股就是散户是不敢追的。你比如寒武纪，散户根本就不敢追，一旦它下来套你一辈子，谁也说不好它现在市盈率4000多倍基金和机构在里面扎堆，要干什么谁也不知道。你比如说银行股，散户也不会去追的，而恰恰现在涨的就是这些股票。截止到现在实际上推动这轮
指数慢牛的是场内的资金加上杠杆，再加上债市资金啊。现在债市和股市是跷跷板关系，这就在股市走牛的时候啊，这个债市是一路走弱，显然债市的资金啊已经流入股市，而媒体啊所宣传的什么存款搬家、存款进入股市，这个至少散户很少。根据这个股票搜索啊，去年9月24号，也就是9月24号到10月8号期间啊，这个股票搜索指数达到了10万，但是现在这个7、8天的牛市啊，这股票的搜索只有6000，也就是啊，散户现在对这个指数牛市啊，不叫散户，就是场外资金韭菜，大部分人像咱们一样，对这个所谓的牛市、指数牛市啊，是敬而远之，在观望，不会轻易入场的。这个很有可能啊，是最后一轮收割，把大家存在银行的钱给你千方百计啊，引诱到这个股市一网打尽，这样你就老实了，老老实实的去干活，1个月3000、2000的你都得干，不干你的存款没了，你靠什么养老啊？靠什么这个医疗啊？很多人能够躺平，是因为他在银行还有点存款，所以他有了躺平的底气。现在只要你心思动了啊，把这存款搬到股市去，到时候一把打尽，或者把你套死，你都老老实实干活。我们看一个央视揭露的啊，保险产品，大家都知道啊，由于这个银行的存款利息啊一调再调，而且现在还有下调的趋势，所以很多人呢就像刚才专家说的一样，这个存款就搬家呀，部分存款就去买那种理财产品，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保险类的理财产品。那么这里面就出现很多这种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投保容易理赔难。央视揭露互联网保险藏暗礁，所谓100万意外险，意外身故只赔10万，实际上都是骗局啊！很多那个营销都是夸大。互联网保险因其依托网站、移动 APP 或社交媒体等平台，实现了保险产品从投保到理赔全流程在线服务，其便捷优势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销量在逐年攀升。然而，一些消费者却反映某些互联网保险产品存在投保容易理赔难。实际上这不是某些互联网保险产品存在这个现状，实际上大部分保险产品啊都存在投保容易理赔难。近日，上海消保委联合复旦大学课题组开展互联网保险测评，发现一些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典型问题。大家看视频啊。首先，测评发现的问题是产品名称有歧义。这款个人100万综合意外险在其宣传页面的显著位置标着意外医疗、伤残、猝死、保障更全面等宣传语，给消费者留下意外保障可达100万元的印象。然而，测评人员仔细浏览页面下方的保障责任，发现意外身故或残疾保险金仅为10万元，意外医疗补偿保险金仅为1万元。所谓100万保额，仅仅是指飞机意外身故或残疾，这与其宣称的100万综合意外相去甚远。其次，测评还发现有些互联网保险信息披露不全面，宣传与实际保障不一致。这款重疾险在其销售页面中突出了不限健康状况、不受历史疾病影响等保障权益，下方还打出不再因带病被拒保这一核心卖点，来吸引消费者下单投保。然而，测评人员发现实际保障与销售宣称并不相符。在线上呢，它其实就变成是一种做到形式上的合规，就是说，按照相关规定，所有我要告诉你的，我全把它都放上去。但是这些放上去，我通过我的一些设计，我能够做到99.99%的人是不会去看的，因为我让你看的只是我想让你看的。它对消费者的知情权其实是有很大的伤害的。据了解，此次测评对象涉及10家市场主流互联网保险销售平台，35家保险公司，共计150款保险产品，其中医疗险80款，重疾险30款，意外险40款。测评发现，一些互联网保险产品存在名称有歧义、信息披露不全面、营销文案不规范、人工客服缺失等问题。总之啊，让你掏钱的时候好话说尽，对吧？为你支付的时候那是百般刁难了。我也能理解啊，有很多人为了叫分散投资啊，他会选一些这个保险类的理财产品，那都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但是我建议啊，还是要量少，也就是说，你用于投资啊这个保险产品的，一定要占你的总的资产比例啊
不要超过20%，最好10%。这个保险的钱啊，扔出去之后啊，你很难说跟你还有关系。这个保险里面啊，你也只能买那个叫什么社保啊。如果你有条件啊，你买这种商业保险的话，你还不如把你的社保啊，就是尽量多交，这个也比那个商业保险要靠谱。两害相权取其轻啊，就与其选那个商业保险，不如把你的这个社保提档。说到保险啊，社保，我这里再提醒一下，就我一有机会我就要提醒大家，不要被那个情绪所控制啊。社会上网上有很多情绪啊，就是让你不要买社保，买了社保以后啊，就什么社保有窟窿，等到你退休的时候没钱了，或者你活不到65岁，顶多活到66，你就死了等等啊，就是这种情绪化的，大家要远离。因为你要真听信他们的，你不买社保，到时候惨的是你。你回头再找这些人的时候，人家买了社保，要么他人在国外，就是不要自己傻，被别人骗，牵着鼻子到处跑。我们再看看胡一进老师啊，这胡一进老师他对这个武大图书馆的性骚扰案啊，又评论了一回。这回评论呢，按照胡一进老师自己说的，他通过私人关系打听了一下，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老胡侧面了解，听说有关方面一直在推动善后，指的就是这个武大图书馆事件，说直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结果，让舆论失望。那老胡他怎么从侧面了解的呢？肯定托熟人打听的啊。说相关方意见分歧很大，谈不拢。老胡个人认为，这种情况下，媒体应当介入，把各方的分歧向公众讲清楚，以免产生有什么故意阻挠事件处理，或者有了处理忙而不报的误解。胡一进老师呼吁媒体介入啊，我不知道这个媒体指的是什么，哪个媒体啊？是指的是当年那些什么调查记者，还是胡一进老师所任职的这个《环球时报》？不太清楚啊。我感觉好像这些媒体有担当的媒体的吧，有这种或者让网友相对来说比较信任的这些媒体啊，不都已经被胡一进老师这样的劣币逐良币给整死了吗？现在回头要找这些媒体，但这些媒体就是大家还能信的啊，是吧？网友还比较能接受的这些媒体啊，他不都已经歇菜了吗？他为什么歇菜啊？不就是胡一进老师这种叫劣币逐良币，对吧？就是媒体让位给宣传。这时候胡一进老师呼吁媒体介入，只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就是胡一进老师说这个媒体啊指的就是宣传，还另外一些情况就是产层的一些媒体，对吧？去报道了，大家也不信，对吧？这个事件就更乱，因为这些媒体啊，他们不是从客观角度去报道，他都有立场，对吧？立场先行，反而让网友啊更加不能接受，更加不信，水啊越来越浑。你看胡一进老师啊，他自己标榜自己是媒体人，你看他是怎么分析的啊？他前面的这个过程咱就不讲了啊，看胡一进老师怎么分析。胡一进老师说啊，他说事情有相当的复杂性，那么涉事方究竟在争议什么？接下来是老胡个人的分析，而非得到了准确消息。就是胡一进老师的分析啊，他是这么分析的，他说法院裁定不能认定男生啊针对特定对象实施了性骚扰，驳回女生指控，这绝对还了肖某某的清白。就这句话啊，胡一进老师就说错了，只能说女方败诉，这个还了肖某某清白，这个站不住脚。从肖某某一家的立场来说，当然会认为杨某某所作所为属于诬告，而武大当初给肖某某处分，据说导致肖某某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肖某某一家除了要求撤销当时的处分，应该还会要求武大和肖某某正式道歉，直至经济补偿。胡一进老师恐怕他自己不太清楚，也不知道他找谁打听的啊。就是男方告武大呀，这案子都已经判了，男方输了，都是官司，不同的法官判，认定不一样。胡一进老师有什么办法呢？这个胡一进老师他自己也说啊，他说难点在于法院不支持性骚扰的认定。从法律意义上说啊，并不意味着法院认定了杨某某诬告。如果要指控杨某某诬告，需要肖某某对杨某某另案起诉，指控他诬告诽谤。这个胡一进老师他又说对了，杨某某告肖某某性骚扰，然后要求他赔偿5000块。这个案子法院没有支持杨某某，因为杨某某证据不足。根据现有证据那法院认定他那不是性骚扰，是挠痒。杨某某现在也被推上风口浪尖，实际上他与肖某某形成了舆论海啸中的双输。他如果决意就这样坚持，可能会觉得因为误有肖某某当时的书面道歉，上面写了对姐姐做了下流的事，自己就可以面对任何指控他诬告诽谤的诉讼有恃无恐。由于已经有了法院判决，老胡认为武大撤销对肖某某的处分应当是板上钉钉的事，但是要让武大承担全部后果并且经济赔偿，那就要看武大能不能在内部
统一思想，以及对那样的事做的事利弊权衡。因为武大的具体涉事人，比如说辅导员等，可能觉得当时给肖某某处分依据了那些视频和肖某某的道歉书，还有当时肖某某的认错态度。现在撤销对肖某某的处分没问题，但这与让他们承担后果是两码事。这个胡一进老师啊，他自己啊已经在这绕糊涂了。我也提倡啊，武大撤销对肖某某的处分，但是我提倡武大撤销这个处分呢，不是因为法院的判决，而是我认为武大在刚开始啊，对这个男孩处罚就稍微重了一些。就是年轻人都会犯错啊，而且他这个错误影响大吗？恶劣吗？他影响大恶劣，仅仅是因为在网上，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啊，就他这种影响不大也不恶劣，尤其是在学校里面肯定是错误。所以啊，武大对他进行口头批评就完了。一个对吧，年轻人就不应该给他书面的对吧，这些什么处理啊，那些处理恐怕都要记入他档案的。实际上啊，这个武大呀，在事情发生以后3个月里面都在扯皮，没有处理。正因为没有处理，这个女生啊，把这个事情搞到网上去了，在网上形成了舆论。这个8到15岁的人一参与，那当然是一边倒的指责这个肖某某。武大受不了舆论，所以匆忙啊给这个肖某某一个处分，想平息舆论。这是武大一错。现在武大根据法院的判决，因为这个舆论倒过来了，他要再把这撤销，那叫2错。如果这个女的她去申请再审，对吧？他通过司法救济啊，再接着打官司，接着告。如果哪一天高院呢给他翻过来了，哎，那你武大是不是又要根据舆论来，又要给这个肖某某再次处分呢？也就是说，武大对肖某某的处分跟法院判决到底是什么关系？法院判决是法院判决，跟你武大这个处分这个事由啊，这个东西都不一样啊。法院判是判那个原告的诉情、原告的诉求，对吧？对原告的诉求支持还是不支持？原告的诉求是啥？原告的诉求和你武大的这个对肖某某的处理是一件事吗？不一定啊，所以不能拿着法院的判决就来支持这个武大的这个撤销或者是处理肖某某，对吧？这个是两个法律关系，两件事啊。如果武大完全根据这个判决来走，那假设啊，肖某某起诉杨某某诬告，肖某某输了，那武大爷怎么办呢？武大爷再一次陷入舆论风波。实际上武大第一次他已经做错了，他为了平息网上舆论对肖某某处理，哎，这就是他的根源，他的错误的根源呢。你不能因为网上这8到15岁的人在那儿网暴，然后你就为了满足他们，对吧？你这说白了啊，所谓的这个武大根据判决书啊来决定，你还不如说武大是根据网上这些暴民，根据他们的动向来决定处罚还是撤销处罚，那武大还能好得了吗？所以武大要坚持实事求是，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件小事，对吧？这个小伙只是犯了一个啊影响没那么大的，没有什么社会恶劣影响，对吧？这种错误应该是批评教育就完了。现在武大很被动吧？哎，胡一进老师让武大要撤销这个处分，那下一次这个杨某某如果接着告啊，虽然他没有上诉吧，他有没有上诉我不知道，他没有上诉，但他以后他要搞这个什么再申请再审，或者检察院检察机关介入，他都可以把这案子翻过来。万一那时候把案子再翻过来呢，那武大那还第3次改什么？而且武大对肖某某的处理并没有说肖某某是性骚扰啊，他说的是肖某某动作不雅。那法院判决也没有说那个肖某某动作很雅观呢，所以说你看这俩它不是一码事啊。所以说你看啊，咱们跟胡一进老师要求结果是这样的，就是希望武大呀，对吧？你要撤销处分，但是原因是不一样的，理由是不一样的，对吧？咱们要讲道理。我认为武大你第一次处理就处理错了，对吧？你就为了一味的啊这种迎合8到15岁这些网民的这个情绪，这武大就非常被动。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